怪，我昨天买的牛肉刚才怎么找不见了？我给奶奶拿走了。你说你咋这么快呢？咱自己还没有呢，你还送人？我奶奶又不是外人。不是外人，但你给奶奶拿走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你再买点不就行了？你说的倒轻巧，再买点不要钱吗？奶奶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拿点牛肉怎么啦？再说你不在家，奶奶还给我们送了包子呢。啊，你倒会做好人，奶奶送了几个包子，你就把我的牛肉送给她了。奶奶就是不送包子，干孝顺我也要孝顺奶奶呀。你要孝顺，你以后长大了自己赚钱，好好孝顺去。奶奶那么大年纪了，等我长大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。老师说了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孝顺老人不能懂，子女尽孝要趁早。那我咋不见你孝顺我呢？外婆都是给你学的，你怎么孝顺奶奶，我以后就怎么孝顺你。妈妈，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。骷髏格里下大李瑞基建议，教你個follow 落去吧。